Hello，大家好，又係我真光頭 Pat 租盤分享嘅時間。今日介紹我最有感情嘅觀塘工廈金海。點解話有感情呢？我哋喺度租咗好多單位出去，每一層都差唔多有我哋啲汗水。啱啱呢，你見到其中一層嘅 lift 口同埋樓梯位又光猛又企理乾淨，入到嚟成個人都好舒服噶。依家你見到呢層走廊位係咪好乾淨好整齊呢？新裝修咗1年都打理得好好噶。呢度一半以上單位係我哋啲客戶嚟噶。啱啱呢層罕有咁得2個單位放租，仲要連天台，睇下單位裏面新新淨淨，可以即租即用，唔使裝修，仲要間隔係長方形，又容易放工作台，又可以放梳化大電視做 presentation， 你話係咪唔錯呢？你而家睇到就係個天台啦，空間係咪好大呢？夜晚同啲同事上嚟飲下酒 chill 下都唔錯噶。睇完天台，落翻低層睇一個大少少空間嘅單位，有窗有廁，最少都可以放8張辦公台啊！重點係20蚊尺租左右，真係性價比之王啊！好啦，優點又係講唔到咁多啊，想約睇就 PM 我真光頭 Pat 啦。